少君，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为什么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对我高看一眼吗？从少君第一眼见我开始，我就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了对我的厌恶。别人怎么想我无所谓，可是我偏偏不想让你轻视我、误会我，我才设计了城方图一事。我这不是想先把你置于险境，再救于你水火，这样你就可以跟我消除隔阂，信任我了，不是吗？三公主的意思是，为了博得韩某欢心，才故意设计陷害我。可以这么理解。私通狄城是抄家灭族的大罪，怎么到了三公主嘴里，就变成对韩某的情根深重了？此情，韩某消受不起。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知道，虽然我的方法是非常的愚蠢，但是要是你实在不相信，我就下令把剩下的498个钟头全部做成烟花，给你赔罪，行不行？甚好。什么甚好？我说今晚的月色一定甚好，不如你我共赴花园夜宴。然后呢？共饮佳酿。各位祖师爷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这香蕉知道臣子之前耍了他，于是香蕉对臣子又起了杀心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件事情力挽狂澜一下，然后救臣子一命？这橙子生命力还真是顽强，居然活到现在。应该是香蕉仁慈，心怀大爱，留他到现在。栽赃陷害在前，花言巧语在后，死有余辜。就是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也不能全怪臣子，他也不想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遇到了猪队友，把事情给弄岔了吗？那三公主，这香蕉有没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呢？天生患有心疾，活不过20岁。橙子若是能帮香蕉度过这个难关，或许可以让香蕉放弃杀他的想法。三公主，我们写故事呢，要以真心换真意，你对人家好，人家才能投桃报李。可我又不是大夫，这又没有治心脏病的药，我从哪儿去给他？龙骨。哎呦，我的天！韩硕假意入赘花园城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找到龙骨，给自己续命。我原来写到的情节，也是楚楚成为少城主后多方策划，才寄出龙骨送给韩硕，韩硕这才对他另眼相看的。如果我能拿到龙骨，治好韩硕的心疾，他肯定会放过我的。怎么了？三公主啊，这龙骨乃是花园城的镇城之宝，为了防止贼人觊觎，全城上下除了城主跟少城主，再无他人知晓。我等一介草民，别说把它写进画本里了，就连梦到它都是罪过呀。龙骨是万万不可拿来给人治病的呀！三公主，历代城主都没有此先例啊！我说能，他就能。我是谁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三公主。哎呀，快起来！哎呀，三公主三思啊！哎，起来！你们知道这香蕉要怎么吃吗？这扒皮儿，扒着吃。没错，扒着吃。这次我一定要扒下它一层皮，跟编剧斗。我让你看看我怎么给自己加戏。龙骨。